同樣係賣一碗雲吞麵，香港本土老字號年年加價，分量收水，客人越嚟越少。內地連鎖品牌進港短短幾年，佢瘋狂開店，穩紮穩打，搶佔成個民生市場。好多人以為呢個只係單純睇平價取勝，以為香港老店敗在租金太高，時代不繼。但真實睇商業邏輯，遠比你睇到睇更殘酷。呢個根本唔係同維度睇心情經經，而係一場徹頭徹尾睇降維打擊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拋開網絡片面八卦，從產業模式、供應鏈體系、營運思維、市場策略、消費心理、真實失敗案例6個維度，徹底拆解點解內地連鎖麵食品牌可以喺高租金、高人工喺香港地域市場殺出重圍，點解傳統香港老店大命期衰退、無力還手，以及呢場餐飲大洗牌背後，所有香港小散戶都要睇明解時代趨勢，全程乾貨滿滿，邏輯通透。睇完你就會明白，本土老店啟沒浪從來唔怪環境，而係輸在底層邏輯喺池底落後。大家平時有冇發現一個好反常嘅現象？香港向來係美食天堂，街頭巷尾啟傳統雲吞麵、老字號粉麵店，曾經係幾代香港人啟日常回憶、平民飯堂。可呢幾年呢啲陪伴港人數10年啟老店一件執一間，執笠結業退場，反而係過去大家唔睇好啟內地連鎖品牌，不斷在香港擴點落地加金，門店一間比一間多。更諷刺佢係香港本地消費者明明知道老店有情懷、有地道風味，佢越嚟越唔願意幫襯，反而願意行入連鎖門店消費。好多人簡單將呢一切歸結為內地品牌比較平，老店太貴。但今日我要話俾大家知，價錢只係最表面蓋幌子，真正碾壓香港傳統餐飲蓋係一套雲長不動維度、蓋鳳夜化、體系化商業邏輯。簡單講，香港傳統老店仲停留喺師傅手感、人情經營、單店打拼佢舊時代模式，而進軍香港佢內地連鎖品牌早已用工業思維、供應鏈體系、全場景營運，徹底重寫咗香港快餐市場佢底層規則。呢個係一場從根上走不對等佢競爭。我哋就拿最典型，亦係目前在香港活得最好、擴張最快佢元記雲膠嚟舉例子。睇完佢成長軌跡、經營模式、進港策略，你就可以瞬間睇明本土老店到底輸在邊度。好多人唔知道，元記雲膠並唔係傳統老字號，而係由2位90後體育生創立佢年輕品牌，完全冇餐飲行業積澱，卻硬係在遍地夫妻店競爭極度飽和佢中式麵食賽道，殺出一條屬於自己佢血路。佢最核心佢殺招，從來唔係口味，亦唔係價錢，而係一套極度成熟、可複製、可靈化、可具味化、可工業化軟硬體制，將原本靠師傅經驗、靠手感、靠運氣佢傳統餐飲拆解成一道道標準化、流程化、數據化佢工業步驟，徹底擺脫咗依賴大師傅佢行業雲質。呢個亦係點解佢擴張速度係所有香港本土老店想都唔敢想佢速度。在2025年9月30日，元記食品喺全球門店總數已經去到4266間，覆蓋全國32個省份，同時落地多個東南亞國家。以門店規模嚟計，佢已經係搶佢在界中式快餐品牌。僅過去5個月到2026年5月31日，呢個數字再次突破新高，去到4773間門店，其中加盟店高達4750間，直營店僅23間，5個月時間淨新增327間門店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呢個恐怖嘅增長速度，短唔夠3年時間，佢啟門店數量從1990間暴增到4266間，整體增幅高達114.4%。呢種瘋狂啟發式能力、擴張能力，係所有香港本土單體老店、夫妻店永遠做唔到啟示。只請呢套恐怖擴張速度喺底層核心，就係佢喺超強供應鏈體系與加盟運營模式。品牌在全國核心區域佈局咗5大中央工廠，統一生產餡料、麵團等核心食材，唔再依賴單店師傅手工調皮、手工製作。與此同時，品牌搭建咗自有啟高效濃嫩標糊體系，實現核心原料2日1配，穩定供應全國超過70啟門店。高度集中啟生產，統一啟配送，標準化啟食材，令佢徹底解決咗傳統餐飲千店千味、品質不穩、食材成本失控啟雲集。效率到底有幾高？我俾大家一組真實數據參考。2024年元記啟庫存周轉天數僅12.1日，呢個數據遠遠優於全行業平均水平，意味住食材新鮮度更高，庫存壓力更細，資金周轉更快，浪費更低，每一環都在壓縮成本，提升利潤。呢套工業化體系帶嚟啟成本優勢。放喺香港市場就係碾壓級喺降維打擊。而家香港傳統麵店仲靠資深師傅喺手感、經驗、狀態決定出品好壞。師傅心情好、狀態好，味道就好食。師傅換人離職請假，整間店啟品質就直接崩塌。而且資深麵店師傅人工極高，係小店最大啟成本負擔之一。但元記呢種連鎖品牌徹底擺脫咗對人啟依賴，普通員工只需要經過短期啟標準化培訓就可以上崗操作，所有步驟統一，所有食材統一，所有標準統一，
整整做到千店一味品質恆定，反映在市場售價上差距直接拉滿。元記在香港推出旗套餐、元吞、餃子搭配飲品，售價大約38港幣左右。大家可以對比一下香港大家樂、大快活呢啲本土連鎖快餐，基礎套餐售價普遍60港幣以上，兩者睇價格卡住超過30%。重點係平啟同時品質更穩定，衛生更透明，體驗更統一。一邊係靠人情、靠手感、靠運氣啟傳統人情餐飲，一邊係靠標準、靠體系、靠效率啟現代工業餐飲。兩者對住，結局其實依家實在賺定咗。好多人會話香港租金、人工咁貴，外來品牌根本賺唔到錢。點解唯獨內地連鎖品牌可以喺香港殺出重圍？呢個就係第二個核心關鍵。超級供應鏈大力啟成本控制能力，直接突破香港餐飲啟生死線。而家一直有一個共識，香港餐飲啟生死線就係高租金加高人工。好多市場人士都無法理解，點解仲會有內地品牌恣意咁進香港？明明鋪租昂貴，人工飆升，零售價格受限，就算店面生意火爆，盈利依舊充滿不確定性，風險極高。但香港本土小店做唔到啟嘢，內地連鎖品牌靠體系優勢輕鬆做到咗。香港所有傳統麵店全部都係獨立經營，單店作戰，每一間店啟採購量都極其零散，冇議價權，冇規模優勢，食材真貨價格長期居高不下，成本完全無法壓縮，只能不斷加價轉嫁給消費者。而元記背靠全球近5000間門店，啟龐大體量，實現關端級啟超大體量集中採購。無論係油類、麵粉、蔬菜定包裝耗材、輔助物料，全部以藏價底價直接採購。議價能力係香港本土小生活完全無法比擬啟。與此同時，品牌持續擴大供應量基地。2025年5月，元記食品總部基地落戶廣東佛山，計劃加設全國生產中心、蒸食中心、倉儲中心等核心設施。2026年3月，四川成都啟西南供應量基地正式投產，進一步完善全國佈局，令食材生產、儲存、配送啟成本壓力再次降低。規模採購加上標準化工廠生產，夠後冷鏈配送，最終令品牌啟單份食材成本壓縮到香港本土小店啟一半甚至更低。淨係食材成本呢一場就拉開咗絕對啟競爭差距。除咗食材成本，人力成本啟優勢同樣明顯。啱啱提到傳統老店必須高薪聘請資深師傅，人工成本高，請人難，留人更難。而連鎖品牌唔需要可善亦俗師傅，普通員工短期培訓借可上崗，極大降低人工門檻與薪資成本。更聰明啟係佢啟盈利模式，品牌根本唔靠門店零售賺差價，真正啟核心利潤來自供應鏈統一供貨。大家可以睇下佢啟香港加盟規則。每3年收取8萬至12萬港幣啟加盟費，4萬港幣啟餘額保增值，每年額外收取9000港幣啟管理費。左局輸蘇肥現晒，元記將近99.6%啟門店都係加盟店，即係話品牌唔需要承添高昂啟門店租金、人工壓力、經營風險，只需要持續俾所有加盟店供應食材，輸出標準體系，提供原型服務，就可以穩穩賺取長期穩定可複直啟供應利潤。呢套從採購、生產、配送、運營、加盟啟全鏈路成本控制體系，就係香港本土小店單打獨鬥，永遠無法突破啟天花板。唔係香港老闆唔努力，係佢哋從一開始就同對手唔喺同一個競爭維度上。除咗硬實力解封仍然碾壓，內地品牌可以喺香港企穩陣腳，仲有一套極其精明、穩紮穩打啟市場擴張策略，完全唔同於大家印象中燒錢搶市場、啟粗暴打法。大部分外來品牌進軍香港都會優先衝擊中環、銅鑼灣、尖沙咀呢啲核心上限，想一站打響知名度。但呢啲區域租金極高，競爭最激烈，試錯成本極大，一旦水土不服，直接慘淡退場。但元記完全反其道而行之，採用一套非常成熟嘅農村包圍城市戰術，先穩後進，先生存後發展，極大降低進港風險。早在2018年，元記就在香港開出首店，正視證券香港市場，一開始完全避開核心商業區。優先進駐元朗、屯門、深水埗、荃灣呢啲傳統住宅區，民生相向。呢啲區域匯聚咗大量上班族、基層市民、家庭住戶，呢群消費者對價格高度敏感，追求高性價比、穩定品質、便宜用餐，係香港最龐大、最穩定啟基礎消費群體。品牌先在民生區扎根，靠新鮮、平價、便捷、穩定啟優質，一點一點累積口碑，沉澱中市客群，打磨香港本地化運營模式。靠社區穩定流量實現穩定盈利，等到社區市場完全企穩，模式認證成功，口碑全面打開之後，再緩慢滲透核心商業區，最終實現全港各區全消費場景啟完整覆蓋。呢套策略喺效果非常顯著。截至2015年9月底，
港澳地區門店已經去到48間，2026年持續穩步增長，40多間門店在香港市場啟成功認證，都令品牌具備咗跨區域、跨文化複製啟出海能力。2024年品牌正式開啟出海佈局，截至2026年5月，海外門店已經運營41間，足見呢套模式啟息倍成有幾強。有業界分析講得好啱，而家香港餐飲正經歷一場搶傻冇肉啟結構性重組，呢個唔係簡單啟新品牌取代舊品牌、外來者打敗本土者，而係一場關於成本結構、消費行為、商業邏輯啟全面大洗牌。固步自封啟舊模式必然被淘汰，體系化、標放化啟新模式必然主導市場。反觀香港本土啟傳統雲吞麵行業，呢10年嚟完全係原地踏步、自我消耗，一步步將自己啟市場、口碑、客源全部拱手讓人，回復香港麵食行業啟興衰，真係令人無限唏噓。曾經風靡全港，口號乜食當三餐，啟東東雲吞麵，1988年創立，高峰期坐擁30多間分店，係無數學生哥、基層市民啟評價良心飯堂。但踏入2000年之後，品牌品質持續暴跌，管理混亂，體驗沙化，網民負評不斷。最後一間樂富分店在2006年正式結業，徹底退出市場。除此之外，葉立香港77年，啟中環羅夫基粥麵專家，憑嘅招牌雲吞麵聞名全港，係中環地標級老字號。最終因為店主退休而問，兩間分店在2016年1月22日全線停業。77年歷史畫上句點。九龍灣經營22年啟富怡粉麵中西美食，近期都張踢結業告示，光榮退場。無數網民感嘆，香港路牌麵店10年之間價錢加咗1倍，性價比逐年崩塌，早已失去當年啟粗心同優勢。而家香港主流老牌麵店，一碗普通雲吞麵定價普遍突破60港幣，核心商圈門店甚至逼近70港幣。價錢越來越貴，但分量越做越少，用料越來越求其，品質越來越唔穩定。大家都很少食喺紅磡曲街宏巷大江燈巷仔雲吞麵，當年憑借地道風味吸引無數名人朝聖，食客打卡，風光一時。後來轉為店鋪經營，依然敵唔過高昂租金，僵化經營，最終無奈結業。所有本土老店啟敗幕都有同一個致命問題：固守情懷，固步自封，幾十年唔迭代產品，唔升級服務，唔優化營運，唔調整模式，只會年年加價，縮水份量，消耗消費者啟情懷與信任。當情懷被消耗殆盡，性價比完全崩塌，體驗全面落後，消費者自然會用腳投票。本土老店持續推場，啟市場空白，自然就被主打高性價比、高穩定性、高體驗，喺內地過江龍快速填補。呢場行業洗牌，從頭到尾都係市場對不思進取者啟必然淘汰。除咗體系、成本、策略凱碾壓，內地連鎖品牌仲有一個非常高凱營運殺招，精準拿捏香港消費者凱心理同點，就係明廚兩做、現包現做、凱社角營銷。只要你行入香港任意一間元記門店，第一眼睇到凱一定係全落地玻璃、凱臨街開放廚房，店內員工全程佩戴口罩、手套、帽，規範完成揀皮、包蜆、醃製雲吞餃子，凱全條工序，所有製作過程後無保料，全程曝光在路人眼前。呢一個看似簡單凱門店殺技，其實係超高維度凱心理營銷，完美擊中香港市民最在意凱餐飲同點：衛生、新鮮、透明。香港消費者長此以嚟對餐飲衛生極度敏感，傳統老店都係封閉式後廚，食客完全睇唔到製作過程，永遠會擔心衛生污糟、食材唔新鮮、用料偷減、環境紊亂。就算店家自稱乾淨衛生，消費者都只可以被動相信，冇任何直觀依據。但明廚兩做啟模式，將所有細節擺喺陽光底下，新鮮啟當日食材，工整標準啟包製手勢，乾淨整潔啟操作台面，規範專業啟員工操作，全部肉眼可見。呢種親眼所見啟陽光感、信任感，係再多廣告、再多口號、再多情懷都換唔到啟。與此同時，臨街落地玻璃等同於全天候免費戶外廣告，唔需要額外投放推廣費用，就可以持續吸引路人目光，自然引流到店，完美解決香港門店推廣成本高、獲客難啟行業痛點。好多人唔知道，元記最早只係廣州一間5平方米凱社區小檔口，就係靠住手工現包、明廚兩做呢一個核心賣點，10年時間鋪揀出全球將近5000間門店凱商業版圖，靠凱就係揾準消費者最樸實、最真實凱需求，食得乾淨、食得新鮮、食得放心。更重要嘅係，內地連鎖品牌完全打破咗傳統餐飲只有飯點有生意，啟時間局限，做到全天候、全場景、全時段營收，資源利用率遠超傳統老店。傳統香港麵店基本只有午飯、晚飯2個飯點有客料，其餘時間店員閒執、鋪面空轉、實備空置，純粹浪費成本。一日營業12個鐘，有效營收時間可能只有4個鐘。
但連鎖品牌還搶不同，搭掂咗餐飲加零售雙輪驅動啟商業模式，同時打通堂食、熟食外帶、生鮮零售三大場景。店內唔止提供堂食用餐、現煮外帶服務，同時開放新鮮雲吞、餃子啟零售購買。消費者可以自己買生啟餃子、雲吞帶返屋企，冷凍保存，隨時烹煮，非常啱香港節奏快、講求效率啟上班族與家庭用戶。好多香港消費者都會選擇收工途中順手買一份新鮮水餃、雲吞，返屋企幾分鐘就可以煮好一餐，省時省力省錢，完美切合香港人啟生活節奏。店家仲會挑心撒上薄粉，獨立包裝，確保2個鐘內帶返屋企，冷凍都唔會影響口感。旗下子品牌元記味享更加專門主攻零售市場與 B 端團餐市場，供應預包裝餃子、雲吞、調味配料，覆蓋家庭烹飪、公司團餐、外賣訂單等多元場景。呢套模式啟威力，再應景此戰，遲地爆發。2020年疫情衝擊全城實體餐飲，無數香港老店停入執笠，合理無收。而元記靠住生鮮外帶、無接觸外賣啟雙線模式，逆勢增長。當年門店直接從500間翻倍突破1000間，從此開啟每年新增近1000間門店，啟超速擴張。截至2025年前9個月，品牌齋數產品群次高達350個，覆蓋全場景消費需求。呢種全天候營運、全場景獲利、零資源浪費啟模式，令門店從小到晚持續產生營收，唔依賴端一飯店，唔綁定堂食口料，同時大幅節省人力、餐具、清潔成本。呢種驕後啟商業邏輯係固守舊思維啟香港老店永遠無法復製啟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人都覺得，難道內地連鎖品牌就係完美無缺、全方面碾壓，香港傳統餐飲就應徹底淘汰？其實並唔係。呢場降維打擊啟背後，同樣有值得我哋深思啟大家與核心。工業化、標準化啟連鎖餐飲的確有碾壓級啟優勢，效率更高、成本更低、出品更穩、復製更快、獲利更穩，亦都係靠住呢套體系。元記2026年1月12日正式向港交所遞交咗告書，衝擊香港主板上市，成為內地餐飲品牌出海香港啟成功樣品。但與此同時，當香港街頭賭業和啟市井老店越嚟越少，千篇一律啟標準化連鎖門店越開越多，呢座城市獨有啟飲食引火氣，在地特色飲品溫度亦在悄悄流失。每一間香港老麵店都有自己啟獨特味道、獨特故事、獨特街坊情懷。幾十年嚟積啟市井氛圍、手作溫度、在地體驗係冰冷啟工業標準無法替代啟。當全城餐飲都走向標準化、工業化、模塊化，香港美食天堂啟獨特性都會慢慢被吹筒、被淡化。但我哋必須理性承認，市場永遠係殘酷啟，情懷唔可以當飯食，回憶唔可以抵擋競爭，固守落後模式只會被時代淘汰。呢場行業大洗牌雖然淘汰咗無數老店，卻都倒逼香港本土餐飲直面問題。自我深刻、主動轉型，真正健康，而且促啟餐飲生態，從來唔係工業化徹底取代傳統，亦唔係傳統固守落後拒絕改變，而係工業效率與本土溫度啟融合共生，既有標準化啟穩定體驗，都有在地化啟特色溫度。而且大家要清楚，唔係所有內地品牌都可以順利攻港、成功立足。香港高租金、高人工啟市場魔咒，淘汰咗無數自大啟外來品牌，留得低啟全部係真正有硬實力、懂本地化、有完整體制啟優質品牌。過幾年大量內地網紅品牌瘋狂進軍香港，最後全部慘淡敗退。案例比比皆是。2023年底，蜜雪冰城高調進軍香港，旺角首店開業初期，研發排隊而出，第一年快速擴張到9家門店，但熱度睇去之後，模式水土不服，喺問題徹底暴露，高租金、高人工與低端評價模式形成結構性錯配，盈利困難。2016年上半年，蜜雪冰城先後關閉尖沙咀、元朗、沙田石門3間門店，全港門店從9間收縮到5間，核心商圈全面退場。曾經旺角300米範圍內2間門店成旁不再，從一年開9店變成連續關店，充分說明香港市場啟殘酷性。隨時收歪，當年10店同開，氣勢洶洶進軍香港啟靈貴茶飲，在旺角豉油街以12萬港幣月租租鋪，結果唔夠半年就退租結業。沙田新店更加誇張，開業僅3個月就黯然停業。被譽為內地排隊王啟西塔劉太太校喐，2023年進港之後，短短2年先後關閉尖沙咀將軍澳分店、將軍澳門店，甚至被法院張貼拍賣通告，變賣資產抵債。主打酸菜魚啟油酸菜魚，在香港苦撐4年，最終全線門店執笠，徹底退出市場。呢啲失敗案例充分證明，香港市場從來唔係邊個都可以撈金啟南海市場，反而係門檻極高、考驗極大啟地獄級市場。元記可以吞位、立足、擴張、嘗試，從來唔係運氣，而係佢做到咗其他品牌做唔到啟2件事。第一，極致啟供應鏈成本控制能力，突破香港雙高成本魔咒。第二，精準啟本地化運營思維，唔照搬內地模式，
主動融入香港市場，為咗切合香港人啟飲食口味，品牌專門改良鮮蝦蟹子雲吞、韭菜雞蛋餃等核心產品，同時增出凍奶茶、凍檸茶等香港經典飲品，完全貼合本地飲食習慣。運營上採用本地店長主導、中方團隊覆猛啟模式，減少文化差異、溝通成本、管理摩擦，真正做到落地生根、在地經營。而家啟香港餐飲大洗牌仍在持續，未來可以喺香港市場生存落來、活得好啟品牌，一定係既能價味、工業化效率、標準化體系，又能兼顧本地化溫度、在地化服務啟正影集。回看整場產業變革，我哋其實可以得到一個很深刻嘅結論：香港傳統餐飲解沒落，從來唔係被外來品牌打敗，而係被自己解局化思維、落後模式、懶於改變、消耗情懷所淘汰。內地連鎖品牌解決企也從來唔係靠低價取巧，而係靠體計、效率、標準、服務、迭代，全方位領先舊時代解經驗模式。未來啟香港餐飲市場唔會再係情懷護體、躺穩賺錢解時代，而係實力說話、體計競爭、迭代求生解成時代。固步自封者終將退場，如此駐京者才能長存。睇完今日呢條片，相信你已經睇明呢場香港餐飲降維打擊啟底層真相。明白老牌老店敗退，內地品牌崛起啟核心邏輯。你平時更鍾意香港老牌雲吞麵啟人情味，定連鎖品牌啟穩定高性價比？你覺得香港本土餐飲仲有翻身轉型啟機會嗎？歡迎在評論處了解你啟睇法，我哋一齊深度交流探討。鍾意產業果識、商業邏輯拆解、大灣區市場變革分析啟朋友，記得讚好、收藏、轉發、訂閱我啟頻道，開啟小鈴鐺。我會持續用最直白啟口語、最真實啟數據、最通透啟邏輯，帶大家睇明身邊最容易被忽視啟商業趨勢與時代變革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